安息第一节，生死难预料，步步有关头。交托主总有压力、控告甲攻击、羞辱甲陷害。牧者舍己为阮赔性命，难免有风雨，咸菜是失落。经历主领受安息，日出赶日落，世事看人情。牧者体贴为阮排道路。第三节，平安出意外，是对主相事。信靠主，感受安息。喧哗中听叹，无闲袂了乱。牧者疼痛为阮顾心怀。第四节，愿咱得平静安乐透心底。人捌主就得安息。经过幽暗路，平坦搁稳固。牧者关灵为阮存天国。